讲到即卖诈骗案件是愈来愈多，包括5号案等诈骗案的自救会成员，今是去到总统府头前抗议，搁再去到立法院参加公听会，希望公部门会当加强立法，严格执法，莫互台湾成做诈骗之岛。 虽然6号天气不冷，包括5号案、2号案等重大诈骗案件自救会成员到总统府外口抗议，表达对公部门面对诈欺案件将要集体责任的不满。因也到立法院参加公听会，讲到因被骗的经过，这就是 IMB 诈骗案件迄金高达90亿。虽然主嫌犯即马被起诉，不过因是找无人赔。光我们 IMB 案统计的话，就有5000多名的受害者，因为它是一个网络大型 P2P 诈骗，而且还有参加台北金融展。 对他来说，判刑根本不痛不痒的。他们出狱之后，就有90亿的资金可以花。一个迄金221个5号案。 全台湾初步估计有17000人受害，主嫌犯但筹备一审被依照银行法判10年半。不过被害人认为司法庭数伤过慢，希望会当加紧诉讼的庭数，还因一个公道。希望检调成立一个类似金融打诈的特侦组，这样的话就不会每个单位就他踢给他，他踢给他，他踢给他。 对不对？面对诈骗案件一直发生，学者建议将有打击诈骗备培书，并且制定《电信网络诈骗防治法》等专法，严厉执法。我要呼应的是，打诈白皮书很重要，你每人要1本啊，你就知道你政府的作为是什么，你投入多少资源嘛。 把加害、被害类型全部把它表现出来。民进党立委批评，公部门伫咧面对诈骗案件，将要集体责任，认为伫咧第三方支付、网络银行等方面的监管力度，也个有待加强。参加会议包括检警、NCC， 也个金管会等单位，拢强调会伫咧管制甲执法上努力，积极侦查这款重大诈骗案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